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以苦难煎熬的梦想。苦难煎熬的梦想，在上一周我们分享到梦想，就是当我们人生要改变，从改变我们的梦想开始。当你的人生有梦想，这个梦想可以带来人生的改变、转化和转变。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故事，这个梦想就是要回到他的故乡，去重建他故乡的圣殿的城墙。所以呢，我们上一次有2个目标，就是求神让我们能够领受神所赐的梦想，活出一个更新、变化、更新的人生。同时，这个梦想不是人造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让我们有这个梦想的时候，面对万难也不放弃梦想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上礼拜所说的，当我们有神所赐的梦想。其实在上一周分享完之后，那有很多的同工或是弟兄姐妹也有回应，说他要开始为主做梦，为主大发热心，甚至也有从美国回来的同工，他们也对他们带来帮助和激励，因为这个梦想是人生非常重要、不可或缺。所以但是这个梦想到底怎么样能够去实现？一定要经过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苦难，我们一起说苦难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有2个目标。第一个目标，求神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仍不失去梦想。在苦难当中，你可以失去金钱，你可以失去享乐，你可以失去安逸的生活，甚至你可以失去1条腿、1只手，但是绝对不能失去什么？梦想。所以第10页的地方，请你把梦想圈起来。在苦难当中，你可以失去各样的假期游山玩水各样的机会，但是呢，不要失去梦想。跟你旁边说，不要失去梦想。在苦难中绝对不要失去梦想。第2个目标，求神赐下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顺服神。我们一起说顺服神。顺服什么呢？顺服神的方式。神有他完成他自然把这梦想赐下来了。好像在创世纪里面，他给这个约瑟做梦。梦到这个稻草向他下拜，星星、月亮、太阳也向他下拜，这是神赐给他的梦想。但是神有他的方式，来去完成。大卫不是大卫，一直讲大卫。约瑟跟神抗议说：“神啊，不公平！你给我这个梦，为什么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？你给我这个梦，为什么我会被我哥哥出卖？卖给这个卖给这个商人，骆驼商人，然后呢被辗转卖到埃及来做奴隶，然后还被关在监牢里面。但是呢，这个约瑟他选择顺服神的方式，所以到最后呢，约瑟只说一句话，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”上帝有他的美好的心意，用他的方式，但是约瑟他没有否认他的梦想，他不会说因为他被卖掉了，因为他哥哥讨厌他，因为他老爸给他的才艺被夺走了，说好了，对不起了，我这个梦想我收回，好，我不要这个梦想了，我抛弃。但是呢，约瑟他一直持守着。圣经没有说他一直重提他的梦想，但是圣经也没有说他丢弃他的梦想。一直到他在后面看见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跟他要食物吃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用神的方式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顺服，而且能够学习保守并且忍耐。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节，在撒母耳记上，要讲的就是大卫的故事。好，我们一起说大卫的故事。我们看其中的一段的经节26章的17到25节。好，大卫呢，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勇士少年人。他刚出现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。好，但是呢，上帝却选立他，能够去战胜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。那歌利亚有多高呢？是200多公分，比姚明还要高好，而且他的那个枪他的头上戴的头盔就将近几十公斤，20几公斤重。好，他拿的那个盾牌50几公斤重。好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连吴隆恩也可能也拿不动了。好，可能可以，但是要很用力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小小的大卫可能就像小强，国中时期，他现在是高中生，像他以前国中生那样瘦瘦小小的。好，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巨人。可是呢，他却能够胜过，而且他胜过不是他的技巧，不是他的智慧，而是他的信心。我们说信心。大卫呢，他
击败了巨人歌利亚，但是却引起了当时的王，就是扫罗王的嫉妒。所以扫罗王3番2次要追杀他，因为众人开始在起哄，说这个大卫要起来接替他做王，所以他的嫉妒心起来，就是要杀他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当他有机会要杀他的时候，但是大卫有机会报复的时候，他却没有。所以扫罗王他认出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：“大卫，我儿是你吗？”大卫回答：“我主陛下，是我。”然后又说：“王啊，你为什么还在追捕你的仆人呢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犯了什么罪？陛下，请听我说。如果上主使你敌对我，我愿献祭给他，好挽回上主的心意。如果是出于人的阴谋，愿上帝诅咒他们，因为他们要把我赶出上主赐给他子民的土地，使我流浪外国，拜那里的神明。求你不要让我死在异国的土地上，远离上主。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要出来杀我，像杀一只跳蚤呢？为什么要射杀我，像射杀一只野鸟呢？”扫罗王说：“我错了，回来吧，我儿大卫，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，因为你今晚保全了我的性命。我真是个糊涂人，我犯了大错。”扫罗王跟大卫道歉。大卫又说：“陛下，这是您的矛，请吩咐您的一个随从过来拿。”23节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上主赏赐信实真义的人，今天他把你交在我手中，但我没有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。愿上主像我今天保全你的性命一样保全我，使我脱离所有的灾难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我儿，上帝赐福给你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成功。”于是大卫离开那里，扫罗回家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能够出生生长在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。主，我们也感谢您让我们今天听到上元的分享让我们认识、知道、看见台湾的美丽，也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这一块土地。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智慧，特别通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神所赐的梦想，并且能够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神，用神的方式来完成神你所要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梦想。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力量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神的话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对另外一个人说，神的话要大大的，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。有一个叫 George 麦当劳，他说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念：苦难只是神恩宠翅膀底下的那一片硬币。什么意思？苦难是什么东西呢？只不过是上帝他的恩宠，他的恩宠有翅膀，但是它不过是翅膀下面那一块影子。我们这下面往下一看，可以看到你的影子。苦难它不是一个东西，它不过像个影子一样，而这个影子的上面是什么呢？是上帝的恩宠。我们说上帝的恩宠。所以呢，这个麦当劳呢，麦当劳先生，他叫麦德纳，他又说了一句话，在下面黄色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忍耐等候，宁愿饿死，也不愿失去丝毫信心。这就是胜了世界，就是真实的信心。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在苦难当中，你可以失去金钱，你可以失去财富，失去健康，但是不能失去的就是那个梦想。而那梦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对神的信心，相信神的话要成就在我的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这就是真实的信心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麦克唐纳。他是在19世纪出生，他是一个英国的小说家，他也是个诗人、文学家。他很了不起，他有11个小孩。可以旁边说，哇，他有11个小孩。所以呢，他不会因为11个小孩觉得很不方便，他反而跟这11个小孩讲故事。他讲各样的故事，不同年纪，可能有大学的，也有这个小 baby 的。
所以他在讲故事当中，10几个小孩都很喜欢听他讲故事，连邻居的小孩跑来听。所以呢，开始他发现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就是他会编很多的故事，他的头脑里面有很多的 idea， 很多的点子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写小说，而这小说里面呢，好，包括探讨生命的、宗教的、善恶的，好，探讨爱等等的议题，好，甚至还有一些科幻的，好，有一些这个是奇幻的世界里面的小说。所以有没有看过《魔戒》？不是他写的，好，但是呢是他的学生写出来的。有没有看过《纳尼亚传奇》？也不是他写的，但是也是他的学生写出来的。我这个怎么变矮？在这个麦克唐纳呢，好，在他的小说当中，好，他是第一个好用奇幻的方式好来写成小说，同时将福音好将圣经的真理好运用进去，好，所以是非常的这个有影响力的，好，所以这是麦克唐纳，他也曾经这样说苦难是什么？好，只不过是神恩宠翅膀下面的那一片底下的那一片影子。好，所以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苦难是一片影子而已。然后再对他说，苦难的上面有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呢，好，都这样说，苦难每次来敲门，有可以告诉我后面那句是什么吗？手中总是带着一块金砖。我们给我们的生命教育老师们，给他们拍手鼓励鼓励。当你听到叩叩叩，好，这个一听就是又苦又难的声音，就是苦难来敲门。但是呢，你要不要开门？你想说是苦难来敲门，我一开门就是要吃苦，我一开门我就是要遭殃。可是呢，你不开门，你就得不到苦难手中的那一块金砖。好，金砖，好，所以苦难它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，我们不要害怕。好，有人说苦难是神化妆的什么祝福？好，它看起来好像是苦难，其实它里面真正的是一个祝福。所以从今天我们要来学习，好，到底苦难怎么样成为跟我们梦想完成神梦想的帮助？好，所以第一个，承认苦难也是神的计划。我们一起说。承认苦难也是神的计划。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苦难，不接受苦难，不要苦难，好，特别好对一些成功神学好思想的基督徒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好，怎么可以失败呢？失败就不能高举主名。基督徒呢，好，不需要受苦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苦，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好，应该是凡事亨通，凡事兴盛，凡事顺利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一半好，但是也错了一半好，对了好，而且错一半也错了一大半。基督徒好，我要学习的生命好，就是像耶稣。耶稣他所过的生命，是不是一个没有苦难的生命？好，不是。从他一出生就被迫害，差一点要被杀掉，甚至逃到埃及。好，而且在他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他出来传福音，常常被排挤，常常被这个排挤，而且还被定罪，还被控告，甚至他还自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连他的学生最亲的学生好也离开他，在他断气的时候，身边只有剩下谁？剩下2个强盗。好，他的亲人朋友们通通都不在场，剩下2个重犯强盗跟他一起挂在十字架上面。耶稣他的生命好充满了各样的苦难，但是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他已经胜过苦难。我们一起说胜过苦难。在圣经当中，你看到被神所使用的这些人，亚伯拉罕有没有遇到苦难？有。摩西有没有遇到苦难？也有。好，大卫有没有？更有。这些被神所用的人，他们都要面临苦难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样安安逸逸、舒舒服服就可以在那边享受上帝所给他的恩宠恩赐，都经历了苦难。所以基督徒必须受苦。跟你旁边说，基督徒必须受苦。我们不能去拒绝苦难，或是说去逃避苦难。你要明白，苦难是神的计划。我们来看大卫，当大卫面对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有2次反击的机会。他有2次哦，而且这2次他是可以让扫罗王一刀毙命。第一次
在撒母耳记上24章的地方，是在隐基底的旷野当中。那时候扫罗去追赶了非利士人，回来之后听说大卫就在旷野里面，所以呢他就去到旷野里面找到一个洞之后呢，好，不是在旷野当中找了好久，好，因为他亲手杀死大卫，他的嫉妒心强到这样的地步，他亲手宰了大卫。可是呢，好，在他路上呢，可能吃太好，肚子痛，想要大解，所以呢就找到一个洞，就没想到他进去那个洞呢，正好就是大卫还有他的好这些亲信都藏在那里面的洞。所以他们一看到来这边大解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要追杀他的扫罗王。他本来有机会，好，在他蹲下来拉裤子的时候，好，他根本没有手可以拿武器，好，就杀了他，好，就一刀解决，从此就没有后顾之忧。可是呢，大卫却做了一个举动，就是偷偷在他大解的时候，偷偷割下他衣服的一角，然后呢，好，就放他出去。可是呢，他放他出去之后呢，好，他就出来，好，站在洞的上面，对扫罗王说：“好，我主我王，你为什么追杀我？”然后大卫就噼啪，你怎样。好，他说：“好，他指着神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意思。好，我是尊重你，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刚刚在洞里面有机会杀你，好，但是我没有杀你。”扫罗王不信，好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好，大卫就把那块衣角拿出来一看，哇，这个扫罗王吓得脸色铁青，好，他就当场又认罪，好，说我错了，好，我知道你比我有义，我知道，好，你是这个挺我的，好，所以我再也不追杀你。但是这句话讲没有多久之后，过了几年，啊，这个大卫的声势在旷野里面越来越大，好，越来越多人跟随他。一开始只是几个喽啰，现在已经有400个人在跟随他，而且400人都是逃来的这个壮士，都是精兵，所以大家开始在酝酿，哇，说大卫要起来接续扫罗王，所以扫罗王还是出去追杀他，好，又出去追杀。第二次是扫罗王又自己带队，带着他的这群精兵，好，来到了西弗。我们一起说西弗。第一次在隐基底，第二次在西弗。他来到西弗，哇，这些军队扎营，他们只不过是几百个这些逃难的这些军人，可是呢，扫罗王却带着大批的军队要来灭绝他们。可是呢，当他们在扎营的时候，好，圣经26章，撒母耳记上26章，圣经说神让好这几个营里的人，包括扫罗王，都沉睡，睡得很沉啊。所以呢，大卫和他的这个随侍，好，就是亚比筛，就到了扫罗王的营帐里面，他们就潜进去，没有任何人发现，甚至扫罗王熟睡当中，连他那一把那个枪都是倒插着过来的，好，是根本没有办法好拿起来作战。但是呢，好，亚比筛就在旁边说了：“我主大卫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，好，就让我一刀宰了这个扫罗，好，一刀就好。”好，不用再第二刀。好，可是呢，大卫却说不可害死他。有谁可以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跟上一次一样，他再一次看重的，好，是因为他面前这个人虽然要追杀他，可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尊重他。讲到这边，好，我们要来看到大卫他做这样的举动，有没有让他苦难变少？没有。第一次他放了他，可是呢，第二次他却穷追不舍，好，紧追他不放。他的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因为他的良善、他的恩慈、他的温柔、他的饶恕而变少，反而他的苦难不断增加。但是他都接受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他只相信神，在神的计划当中，他一直尊重这个王。虽然这个王不尊重他，虽然这个王要他的命，但是他承认这是神的计划，所以他没有去翻盘，说神你选这个是什么王？好，换一个人吧。有时候好，在我们的教会，我说我们的教会不是指迦南教会，是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好，会看到一些现象。好，有人说啊，这个牧师批评牧师，好，说这牧师怎么样，好，那个牧师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换一个牧师。好，所以好，大家就投票表决，我们就可以换一个牧师。好，你觉得这样对不对？
有时候换牧师，好像换工作一样，非常的快。好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计划，好，明白这个牧师，好，既然是神他所受膏的，我们就应该尊重他，不论他说出来的话，他做出来的事情对或不对，好，自然有上帝会跟他好当头面对面，上帝会来找他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好，就是不能去得罪神，去破坏上帝的计划。跟你旁边说，不能得罪神，不能破坏上帝的计划。就算你觉得你很苦，好，就算你过得很悲惨，但是你不能得罪神，破坏上帝的计划。我现在讲是牧师，有时候是在你的家中，你觉得你爸爸让你很烦，妈妈让你很讨厌。好，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好对你总是要找你的麻烦，好，你很想离开家里，你很想好干脆不要见到他们，甚至你还想找机会这样毒打你爸妈一顿，有没有这种念头？好，跟你旁边说这不是你。有时候你可能会跟你爸妈过不去，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计划，纵使你心中充满了苦难，你心中充满了不爽，好，你这个眼睛烈火发怒。我也记得，我也曾经过这样，好，对我爸很不爽，好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我开车子，好，开车子，然后出门之前心情就不好，然后开车在路上，他一直念我，好，说叫我开慢一点啊，然后怎样怎样，后来实在是很不高兴，好，所以我就车子停在路边，好，就下车就自己走掉了，好，就不载他，我也不让他载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我就2天之后才回家，好，那是我做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敢去得罪他，我也不敢去骂他，所以我只好用这种不是很聪明的方法。好，但是呢，有的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哦，有人可能就会顶嘴、抬杠，哦，甚至说我要杀死你，好，我要咒诅你，好，你去死啊！好，我们可能在我们平常不容易看见，可是你看哦，在台湾的社会当中，很多的家庭正是面临这样那种苦。可能比环岛的那种苦还要辛苦，那种心里面的苦，好，那种是关系破裂的苦，好，那种是明明是亲人，明明是骨肉，但是却以恨相向，好，这样子口出秽言，然后这样咒诅自己的父母亲、自己的儿女，这种也是苦。但是，就算当我们经历现在这样的苦当中，有时候有的是夫妻，有的是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要仍然明白，神有他的计划。我们要忍耐，好，我们一起说：神有他的计划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方式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如果你不接受，好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你就翻盘，你就走你自己的路。好，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显现在你的身上。第二个，借由苦难可以锻炼成长人生。借由苦难可以锻炼成长人生，苦难好，不只是带来神的计划，苦难更叫我们的人生可以成长起来。我们来看看大卫，好，他一出道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上17章，哇，就请了，他也说就请了，好，就是说很夯，这个哇，一出来就是这样抢风头。他小小一个大卫打倒巨人歌利亚，好，他的这些整个以色列的军兵都怕得要死，连王都怕得要死。足足40天，歌利亚出来叫嚣：“谁敢跟我打？”没有人敢跟我打。好，但是第40天，大卫出现了，好，他就用小石头就打死了歌利亚，所以大家就给他歌功颂德，好，就称赞他。可是呢，没有想到这就是他苦难人生的开始。他过去在旷野里面遇到熊、遇到狮子，他都不害怕。可是呢，他遇到现在恐怖呢，是比熊、狮子更厉害的，就是人的嫉妒，扫罗王的嫉妒。哇，比那些熊、狮子，甚至比歌利亚更恐怖。歌利亚不过是出来面对他几分钟就该挂弹掉。但是呢，他所面对扫罗王，足足多久呢？你看，好，因为他功高震主啊。好，所以带来很多的后遗症，所以呢，王就开始要杀他，好，用刀要刺他，他就开始知道王要杀他，开始逃，他呢就开始21章就开始逃亡的亡命生涯，逃到祭司那边，好，连吃的都没有，好，甚至还逃到敌人，
好，敌人那边去，因为他整个以色列已经没有地方去了，只好躲到非利士王那边去。可是他怕被认出来，好，他就是干掉歌利亚那个大卫，所以他就去争笑，好，去那边装疯卖傻，好，让王说：“哦，你是谁啊？”好，就把他从另外地方赶出去，好，他就不用回到以色列。甚至，好，他在旷野当中，好，他在这个马云旷野，好。大卫在旷野的北边跑，好，扫罗王在南边追杀，好，他们中间就隔了一座山，好，他们不知道原来大卫就在他的隔壁啊，大卫也不知道扫罗就在他的对面，他们两个就在旷野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平行线的跑，在这样奔波逃难的过程当中，多久呢？好，不是7天，也不是3个月，好，是7年，甚至到9年的时间，他要没有家可以回，他要离开他的父母。好，他要离开他的朋友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。好，他要离开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就是扫罗王的女儿。好，夏甲。好，夏甲。好，所以他几乎是孤单的，孤孤单单。好，但是在这样的当中，他的人生有没有成长呢？我们来看诗篇34篇。好。诗篇34篇呢，就是大卫他在逃难的时候，好，而且如果你翻开圣经诗篇34篇，你会看到下面有一行字，就是大卫逃到非利士王的时候，装疯卖傻所写的诗。好，他在逃难过程当中，他这样子写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4节到第8节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，便有光荣。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当他逃难没地方去，逃到敌人非利士王的这个国家里面去，他根本就是羊入虎口。可是呢，你可以看见他在诗篇34篇里面，他没有埋怨，他没有说神啊，好，为什么让这个王？你看这个王多么害我到这样的地步，他都没有。他反而到第8节还说：你们就是跟他逃难的人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神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在大卫他最痛苦、最无依可靠的时候，他仍然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所以他不孤单，他的生命是更加的成长。甚至在诗篇34篇后面12到14节就这样说：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？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14节一起来读：要离善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他说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在他逃难当中，他的生命写照是为了和睦，为了 peace， 他要用他的全心来努力。还不够，他后面还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18到20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他知道在他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，是神来搭救他，神来拯救他，神来帮助他。好，虽然外面有几万个人在拿着刀枪追杀他，要他的命，可是神要保守他，连骨头一根都不折断。所以在苦难当中，大卫他的人生不断的成长，他从一个牧羊人变成一个打仗的军人，又从军人变成一个逃亡的这个亡命天涯的这个逃犯。然后呢，在逃难的过程当中，他还做过乞丐，他还做过疯子，他还偷过这个圣殿里面的食物，甚至但是在这些当中，他也成为一个诗人，写下了诗篇当中很多的诗篇，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34篇。大卫诗篇在当中很多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。但是想说，这诗篇这么简单，他这么天才就得到了吗？不见得。
好，就像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麦当劳先生，他也是好，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，好，他能够著作写出来，是因为他有11个孩子，11张嘴巴要喂，11个耳朵要讲故事。他在训练这些孩子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的恩赐，而成就他一生的命定。所以你今天听到这个乔治好麦塔纳好，知道他好，因为他是一个作家，可是他能够成为作家，是因为他要满足他11个孩子的需要。我们今天认识大卫，读到诗篇，也是他在困苦困难当中所锻炼出来带来的成长。所以苦难可以叫我们成长，跟你旁边说，苦难可以让我们更加成长。苦难可以让你成为伟人，跟你旁边说，苦难可以让你成为伟人。好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好，有伟大的梦想，保守梦想在心中的人，一个能够经历苦难不放弃梦想的人，他一定会成功，因为他可以少一只手，他可以少一只脚，但是他绝对不能少掉他的梦想，完成他的梦想。这就是他对神的信心，神必要与他同在。最后苦难是实现梦想的什么呢？通路。我们一起说通路。这个故事的结局很清楚很简单，我们也都看到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左边那张图。好，在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31章，扫罗好，他又被非利士追打追赶。好，扫罗其实在这当中犯了很多的错。一开始好，他被选为王之后，但是他却替代先知撒母耳好做祭司的事情，他自己去献祭，他做王好做了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，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所以他第一次得罪神。第二次神要扫罗王好去灭掉仇敌亚玛利人的时候，好要把他全部灭掉，可是呢，他却留下这些好的羊、肥的牛，留下这些当灭之物，所以他得罪神。所以神说：“你既厌弃神的话，神就厌弃你做王。”哇，这句话很重。但是在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，神他就不需要遵守跟你的约定。你讨厌神，神更讨厌你。所以扫罗王他的人生越走越狭窄，越走越狭窄，窄到什么地步？好，他活不下去，他自己自杀。但是他要自杀，他还死不了，他就拿一把刀，好说叫士兵来杀我吧。好，士兵拿着刀说：“我怎么可以杀王？我不敢杀王。”可是呢，这个时候你把刀拿着，扫罗王自己把头靠过去，咔，这样子死的。好，这张图没有画出来，可是你读圣经是这样，他是这样死的。他的人生越走越窄，没有了路。他的梦想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要杀大卫，这不是合神心意。他的梦想只是一个嫉妒心在作祟。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王，可是到最后，他的儿子包括约拿单，同一天死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他代表他绝后，扫罗王的后代就在这史上就结束，就再也没有。但是反观看大卫他有2次可以杀扫罗王，可是呢，他选择继续接受苦难，接受挑战，让苦难挑战来锻炼我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，他就被受膏成为犹太的王。而开始登上王位，而且做王40年，40年当中没有战争。好，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好成一个纷争纷纷扰扰当中茁壮起来。当他把国位交给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缔造了好最强盛的时期，连其他的国家都要来供奉好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是因为好大卫他实现完成他的梦想。所以，同样的，当我们拥有神的梦想，可是呢，撒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破坏，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但是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如果当我们得到属灵的梦想，撒旦一定会找机会破坏。就像扫罗，他有一个属灵的梦想，就是要成为以色列的王，治理神的百姓。可是撒旦来作祟，让他嫉妒，让他眼红。扫罗从此就被魔鬼所捉弄，他的人生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一直到他自杀死的那一天，他成为撒旦的奴役，他没有服侍神，没有办法为神做任何事情。可是大卫，他也有机会去
杀害扫罗，可是呢，他却一直保守，好在苦难当中，好用神的方式顺服神，让神的计划得以完成，所以他不陷入在这样试探当中。可是当他自己也成为王之后，那又是另外的故事。在撒母耳记下，他也犯罪，他也跌倒，他也进入到试探和诱惑，以至于他的家族、他的后代起了很大的纷争。所以他的儿子接王没多久，他的后代就开始分裂，甚至大卫他还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，之前是被他的岳父追杀，当王之后被他的儿子追杀。所以大卫他自己也重蹈覆辙，但是在最后他还是认罪悔改，所以上帝还是喜悦他，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。所以从结论来看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要记住圣经这句话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我们一起说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这句话只有几个字，8个字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8个字记住在你的心中。当你受苦，当你在苦难当中，你要记住，我这些苦，当我吃下去、吞下去、面对，就会对我带来帮助。他是哪里说的呢？诗篇119篇67节这样：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他们心蒙脂油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71节、7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当我第一次不能说第一次来到桃园迦南之后，那时候离开台南的教会，来到桃园，心中开始在寻找梦想，说神啊，你要把我带来桃园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事情呢？但是呢，那时候当我刚搬来的这几天，发现说哇，在这个其实不是在搬来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迦南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发现哇，居然是在火车站附近，旁边有3间百货公司。然后呢，在教会的门口来来去去，一堆的学生，一堆的年轻人，说神啊，这是我可以为你服侍的地方吗？是我可以为你梦想的地方吗？所以在那时候就有一个梦想，所以在我就任封牧的时候也分享，说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梦想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充满年轻人，什么样的年轻人呢？特别是高中生，因为在我们的桃园市并没有大学，所以你要在一个没有大学的地方做大学的事工，其实是不太容易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教会还是有很多大学生。但是桃园市补习班最多，都是高中生。在我们隔壁这一栋的大楼里面，大概就有600-700个高中生。在另外一边，也有几百个高中生。在我们附近，我还没有去统计过，但是每一天从我们教会门口走过去的学生会有多少人呢？我相信超过1000个人以上。他们不用出去找，不用出去找。我听到有的教会在做青年做事工，他们是要开车，开个20分钟、30分钟。我也看到有的教会是开车从桃园开到大溪去做青年事工，可是我们完全不用，这些学生自己从我们的门前走过。而我说主啊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能够留住这些年轻人吗？所以有一次来的第一年叫隔年的第一次的联考，那时候要考试之前，我就跟几个那时候青年说，我们应该来发起一个祷告会，为考生祝福，为考生祝福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自己印传单，然后就找了2个人，4个来2个人，就去补习班。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发，说我们有个考前的祈福祷告会，为这些考生们来祝福祷告，因为考生考前都要去庙里面添什么光明灯啊，然后都要去包粽啊，都要去文昌
文昌公园的旁边那个孔子庙，好去那边找文昌君啊，好跟他行礼。说我们也弄个祷告会，好，但是呢，好也有人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。但是想这样还不够，我们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青年的事工呢？想很多，可是呢，我发现真正最重要去带领青年，是我们要先有自己青年的同工，我们先要有自己青年的同工。所以经过这几年，我发现不是我们要去把人拉进来，而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要带起来。我们自己的年轻人在哪里？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一群人。上帝没有要一个人去带很多人，而是要我们这群同工能够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开始好不断在培养、在训练，来担任小组长、担任区长。只有你们去接触年轻人，好，或许会比牧师去接触年轻人更加有能力。所以我所能做的，好，就是供应你们、栽培你们，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去牧养人的人，能够去教导人的人。而今天，好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学习受苦，学习付出。好，其实牧师也曾经灰心过，好，也曾经这个绝望过，说啊，好像跟我当初来的不太一样。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在附近，我们却没有办法把他们招聚来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我们教会附近，我们却不能留住他们？好，甚至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年轻人，为什么一个一个的好来了，可是却不能待久？好，他们上了大学，他们上了研究所，他们退伍之后，他们就跟着就离开教会，却不能继续在教会服侍，不能继续来带领。等到他们可以真正为主用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也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辛酸或是点点滴滴，但是要知道这一切是上帝所要量给我们，是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明白神的旨意。上帝要与我们同在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来向神来祷告。从今天大卫在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神要把他的梦想赐给我们，而这个梦想是一个神所赐的梦想。上礼拜我们说，你不要梦想小小的梦想，上帝要给你满足的宴席，可是你不要只求神啊，给我桌子底下的这些碎渣，给我这些零碎的就够了。让我们再一次燃起我们对神的梦想，勇敢的去为主做梦。有一个管理大师叫约翰麦斯威尔 （John Maxwell）， 他说，每个人都有梦想，可是95%的人从来不曾认真的相信他们的梦想会实现。95%的人，他们的梦想不会把它写下来。可是那5%把梦想写下来，认为他们梦想会实现的人，这5%的人里面有95%的人都成功的完成他们的梦想。今天你有95%的机会，相信你的梦想会成功，相信你的梦想会完成。你的梦想不要只停留在自己人生的阶段，而是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上帝要加添给你，上帝要使用你。就像大卫一开始只不过是小小的梦想，我要奉主的名去征战，但是神却兴起他，使用他，让他成为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王。今天你也不要小看自己年轻，上帝可以使用你的梦想。在过去这一周查经当中，听到大家在分享10年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期待10年后的你是什么。我听到很多人的分享，说他希望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去读神学院。听到很多人分享，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当一个爸爸妈妈，教导孩子成为敬虔的儿女。听到很多人分享，在10年之后他的梦想是要能够为主做大事。
牧师也分享自己的梦想，在10年之后，能够为主结出果子来，不是只有一个果子，而是能够再开拓一个教会，再开拓一个教会。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主发梦想，而在于你愿不愿意相信它会成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为主梦想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苦难是与我们有益，苦难可以锻炼我们的人生，苦难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不灰心，在苦难当中不绝望。上帝，你必要赐下盼望，赐下力量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完成你所赐的梦想，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贵重的器皿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